佢係一個聰明又努力嘅年輕人，每日一早起身做嘢，放咗工之後又繼續進修，人生睇起嚟井井有條。但係只有佢自己知道，心入面硬係少咗啲乜嘢咁樣，一種講唔出嘅空虛感。有人話有一份神秘嘅禮物可以讓人真正快樂、平靜，甚至成功。於是佢就踏上旅程。佢唔知道嗰份禮物其實一直已經喺佢身邊。今日我要同你講嘅就係一個古仔，嚟自 Spencer Johnson 嘅 The Present 禮物。年輕人四處喺度揾，佢讀書、旅行、參加課程，希望揾到嗰份可以改變佢人生嘅禮物。終於有一日，佢遇見一位智者，智者同佢講，有一份禮物可以讓你又快樂又成功，無論你面對緊啲乜嘢，佢都可以幫到你。年輕人好驚喜咁問，吓，係乜嘢嚟㗎？喺邊度啊？智者只係笑咗笑，當你準備好，佢就會出現啦。於是年輕人就返返去佢嘅生活裏面，依然好迷茫。幾年之後，年輕人再次返嚟揾智者，滿面失望咁問，我揾咗好耐啦，但係都揾唔到嗰份禮物嘅。智者話俾佢聽，其實你一早已經有呢份禮物噶啦，因為呢份禮物其實就係 present 而家。年輕人呆咗，靜靜咁樣體會呢句說話。當你真正活喺當下，你就能夠感受呢份禮物。但係大多數人唔係困喺過去，就係驚未來。只有當下先係你能夠行動、能夠選擇、能夠改變嘅時刻。於是年輕人開始回顧自己嘅過去，放低遺憾，亦都開始計劃未來。年輕人開始練習專注當下，佢學識唔再糾結於過去嘅錯誤，亦都唔讓對未來嘅焦慮吞噬佢而家嘅每一分鐘。佢學識咗呢份禮物唔單止係而家，而係一種心態，活在當下，從過去中學習，為未來做好準備。佢開始同朋友好真誠咁對話，用心聆聽，投入工作，計劃生活。佢唔再讓如果當初係點點點，或者如果以後點點點呢啲念頭佔據佢嘅心，因為佢知道佢唯一能夠真正掌握嘅時間就係而家啦。呢本書俾我哋3個重要嘅提醒：一、活在當下係你最強大嘅力量；二、從過去中學習唔係為咗自責，而係成長；三、為未來做準備係希望嘅開始，而唔係恐懼嘅來源。好多年以後，年輕人自己都成為咗一位智者。當另一個迷茫嘅靈魂嚟到佢面前，佢細細聲講，有一份禮物，佢會喺你準備好嘅時候出現，而你呢？或者今日就係你準備好嘅一日啦。